收看今晡日福气类嘅节目。今晡日老大家都小解吼，流传千年嘅一种嘅工艺，用嘅颜料、材料咧，吼，你客家话按到发槽，诶，佢系乜嘅东西咧，又系乜嘅工艺吼，先来看下短片是地了。 这个不能拿小剪刀剪啊，剪成大概1米米的条纹。先生拿出培养，爱教大家用嚟用花草籽来做出象征嚟优美嘅染法。用花草籽喷嚟水过后，会有地位存在嘅体现，又杂又稳，做出染法嘅花皮。我们把它这样子折，再折一下，折出它的皱褶出来。 不是很大力死命的压，你死命的压，它会把细胞压扁，会白白的。花草籽捏起来改久，同一般的籽冇乜嘅功用。头一摆天啱用花草籽来做花饼面，除了吃到嘅清色，每讲食材系艰难捉准爱出一态啲咧。 因为通草它，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它就很容易会破掉。那就是在拿剪刀的时候，你就是会格外的小心，蛮耗时间跟精力的。它真的很像真正的花，那种感觉、质感，跟一般我们做纸花或者是布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较自然。花草有按做铜团木，虽然按到草，实际上係一種樹位。花草為樹生杜康嘅心，改強改長玻璃浪，做得太做破破嘅字。 老師傅嘅功法也係已經佢慳得見到嘅。花草籽捏起來，佢鐵樹佢長針呢，個數佢當然佢好。每睇台灣嘅外銷資料行有佢好嘅成績。民國70年邊呢，講緊一定好嘅時節，今年愛外銷10萬類花草籽花。花草籽花睇國際行佢數分樣，當時味道愛腳出貨，提前做提起，佢當然都有做花草籽嘅手工。 最近，很多这种都是化学因素去造成的，有一些，你为了要求快、求便宜，然后都用一些化学产品，那个对环境是不好的。那我希望是可以用通草来唤醒大家去注意，你有很多东西不一定完全都要化学去做，它是有机会让我们重新去思考，然后去运用一些古老的智慧，用这些天然的材料来制作这些产品。 一種成分的樹同花草籽做出漿嘅花，顯然的植材展現出的生命力，會當然會上癮。一個從前呢流傳的研究，又是有暗號講緊的花草文化，可能要做得有機會在嗰啲台灣發展起來。好，大家來分享你今晡日嘅來賓，其實係台灣花草學會嘅理事長陳建華理事長分享。大家好。 我是台湾通草协会的理事长陈建华，很高兴可以跟大家来介绍这个天然的无形文化资产，可以让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这个流传千年以上的历史文化工艺。谢谢。对，好，非常的欢迎哈，分享，大家来分享你今日嘅天嘅來賓吼，佢強榮係了在學會嘅理事哦，吼，你嘅李惠順先生分享。 大家好，我是李惠順哈，我是喺形容品太學當個講師，我同時我係那個通草文化藝術工作室的講師，也喺通草協會當個理事。哦，分享哈。佢說今日有請到嘅係哇理事長同理事，然後還有講師，也係講師來到節目地度同大家來分享哈。其實我們剛才有看到那個短片裡面，其實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唔講係雄心，有請到很多的這個雄心朋友。 其實唔敵，用原來我們現場有時候或是在外面會看到很多，我們說好像是假花，又好像是真花。我們說真花、假花分不清楚的一種藝術品啊，有時候原來是用客家話講花草，法語講通草。 去做的，而且理事長說這是一個流傳千年的工藝了。對，通常我們不稱它做假花，我們叫它仿真花。那通草是所有的我們這些做工藝裡面，它是最早的仿真花。它歷史可以追溯到秦始皇。哇！因為秦始皇他規定他的嬪妃頭戴5色通草花。是。就是你要他的嬪妃頭上都戴花，可是
一般做不到。怎么可能平常都有那么大的花可以带？对，所以宫廷里面就想办法，他们就通草去做出来这样的工艺。所以从历史中供给有没有？像我身边这一盆花，对不对？像这一朵就非常的鲜艳，然后也很漂亮，可以从整给很像是真花的那种感觉。所以就像理事长讲的，可能以前那个妃子头上的这么大朵的这个花，就是用通草做的。对，因为不可能每天都戴真花在头上嘛，对。然后但是又要这么漂亮，所以那个时候就有那样的工艺技术流传了。对，而且它的流传，从唐宋整个中国历史一直下来，对，其实中间当然也出现过布花，可是它有几个非常辉煌的时代，尤其是宋朝，对，宋朝包含男生都戴花，而且皇上对那些有功的这些臣子。男生也是送花，让他戴上去，所以在宋朝是非常发达的。然后再后来是叫清朝，清朝你现在看到很多清宫剧，格格上面头戴的花有很多，那个都是通草。真的哦，乡亲朋友会讲，没有去接触和真给五滴有按钮给敌视哈，我们真的不了解。可是说到这边，泰卡就会吃到讲什么仿真花呢？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先来介绍它的原料，对不对？它就是一种我们说通草，你讲哈卡发黑发臭。老师，你是不是因为了学这个，然后教这个也对这有点研究，对不对？因为从小都他喜欢个花花草草，还被带种哈，所以我对手工业方面我也很有兴趣。那头哥我都会做纸粘土面包花，对花特别有感情。结果在无意间就是接触到，都看到然后小孩子订的杂志底部都有介绍通草，去做发轻松精简的，所以我都会去老通草文化工作室里的去接触，去了解你。姑说，你看，你要有意问爸爸妈妈这个通草嘅客家话很有讲什么？他记得讲，跳久嘞啦，你要当少年的讲，要当少年的用记得讲你都胖胖啊，你讲头个很多嘛，太胖书，做嘢破胖了哈，还个做个嘢真暴力的，我们有时去问过其他人哈，记得讲。就当嗰片人講去發錯，那你呢片有去讓梅啊、新布嗰度問嘅，因為佢很讓嘛，嚇，我對依家嘢很讓掉起嚟問講，你用通草，你拍發㗎，有問講，如果講都切隻飯過嚟都通草啊，係啊，就還有隻老片人都講。佢哋街道講會太胖，可能我想講估數咪差唔多啦，因為佢一閃地嗰度都係胖，我想講頭嗰年頭半年每一天。精簡啲嘅温度嘛嘅東西，亦都啲嘅用它的特性來温度給它命啊。對，我們剛才也有看到哈，青豆嘅它應該是它的我們說它的樹幹，它的隨心，對，所以等於是它看起來就像是樹幹一樣，但它中間的那個心，我們泰雅講中保麗龍，胖胖的，所以我們是取它的心。对，出来做加工，对，就是它的随心非常发达，是，那它的粗细，就是我们现在现场带过来的，对，那我们用木棒或竹棒把它顶出来，是，打出来，我们叫打通草，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为什么叫仿真花？因为我们拿到的是真正的植物，然后也是植物，我们说中间那个心，口音胖胖，我们是真的把那个心拿来做，比如切成一片一片的，我现在讲的不完整啦，意思讲就是说，它可能就是用它来加工，然后做成花，所以它其实是真正的植物。对，它是真正的植物，而且它的用途也不只是在做花，对，它也是中药。现在中药行可以买到切一片一片的，它可以利尿、通乳、消炎，然后我们今天带来其实还有很多，是它的用途很广，不只是在做花，它因为浮力很好，它可以做浮标，对，因为它胖胖的，所以它浮力很好浮标，所以这里。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它还有，我们现场当然有看到青豆可以发，你说除了花之外，像理事长讲的浮标，还有呢？还有像现在大概我这个年纪的，他们小时候都会玩劳作，对，像美劳部分，可是带很多朋友他不知道可以做到这么精细，是因为它碰到水会软化，还可以去捏塑，
所以做到可以真的是仿真。哈哈，你看这个是个70几岁的老先生做的。哇哇哦，他很多很精美的作品，我们还没拿出来。是，哇，这真的很特别。是，然后还有看到这一张是通草卡，它上面你看到那猫熊的毛发是有凸出来，那个其实是水画过去，它就凸起来了。哦，所以它并不是它不像我们一般画画，我们是用颜料，或者是我们用像水彩是用颜料，或者是我们说水墨，我们是用墨，所以它那个直接就是水过去，它会凸起来，是，然后就好像有点立体感的那种感觉。因为以通草的组织，它是薄壁细胞，它是蜂巢状的薄壁细胞组成。是，那我们用比较厚的通草纸把它压扁，那压扁你碰到水的时候，它就会凸回去。哇，真的很有趣哈！讲的青岛嘅红门哈，用亲朋友哈，其实咧霸座做啲做按多嘅东西，可能係大家上到冇上到嘅，還有乜嘅東西做啲撈大家咧分享，大家聊下，等下就進來。哇！今日當翻耳就啲繞牆度，你推翻痛楚學費嘅歷史中啦，歷史哈嚟到鴉片同大家來分享。我覺得現場真的作品很多，然後我一進來看到的時候，像這一個花就讓我覺得很驚豔，因為它的顏色好漂亮哦。對，然後這一盆也讓我覺得說哇，可以做到這麼的細緻，然後像理事長供給哈，就是它是仿真花，對，不過現在因為在課堂上有很多的學員會學這樣子的手工藝哦，因為有按有個幾飛，有像都老師來到鴉片，其實我們是現場跟大家分享一點點它的特性。你講真嘅按用做吼，可能我們要另外批個細單眼有冇好好來做一下嘅。嗰種基本嘅簡單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你係老師帶來一個東西，同冇？老師這個我們華語說。牽牛花，不過客家話可能有青島無腔嘅講法，而嗰邊有可能要講係喇叭花，喇叭花，因為可能像喇叭腔用嘅。以前細年嘅時啲種花，真正嘅，你在那個西路嘅行來行去，些旁邊很多按用嘅牽牛花、喇叭花嘅。係啊，對啊，咩唔啲，佢看佢搶馬街，你都講佢係馬街花。係，古種要欣賞做嘅。係啊，哇，好漂亮哦！所以老師今天有帶來示範，錯冇？我都想講本大家看一下你形容版啊，你根本都現場冇規律做好啦，因為花較久嘅時間，我都你一本做成哈，名看哪裡？古種要真經就係我們說的這個中間的那個心，中間那個心白髮那個，就是這個。幾百呢？哦，幾百呢？會去削下，會當場，對，清場啊，你開始會選材。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真的就是通草中間那個心直接剪下，然後我們可以削成這樣子。係啊，見我杯都會安尼哈，慢慢個粗粗的佢都會削開，啊，好有趣哦。當地杯都會變下柔軟呢。哎，真的挺有意思呢，因為它就會真景嘅東西，真景嘅植物，而且我摸起來的時候，我非常的驚訝，用嚟講呢，因為它好薄哦，係啊，好薄，而且挺有意思嘅地方係買。哎，它摸起來怎麼有點像絨布的感覺？我說真的，黑公你給不給蒙，然後還公鴨還銅蟲，還把它到底還嘎給，我沒有辦法想象它是真的植物，因為它摸起來像絨布一樣，薄薄的，可是又很像布。對，因為它裡面沒有纖維哦，那就剛剛講的，它是薄壁細胞，非常非常小的小細胞組成哦，所以你會摸到感覺有絨毛的感覺。對，我覺得有絨毛的感覺。所以老師現在要示範搓毛。對啊。挨下你來噴水哈，你嗰啲通草哈，喺跳蚤佢當容易都爛脫，係佢當吹啊哈，跳濕你塑形又塑不起來，所以佢請教乖，係，所以你噴水嘅時候做人哋噴跳濕哈，你攏愛噴下染的，冇都用個毛巾，遠遠的，讓它稍微有點濕濕的感覺。啊，像你下巴講嘅小可嘅。南豐店那個衫褲咪冷清掉，唔會走，係濕嘅感覺。錯啊，你就名勁，看人家名強，啊，這是噴水過後，哎，哇，好像變得更細緻了，它油嘅感覺，它油較軟嘅感覺。好吧，老師做件衣服來穿穿吧，這是絨布。係啊，像你按噴水了很看啦，你按都小可做到去撈記，有一點點的彈性，佢都做得撈，喺冇噴水按一撈佢都啪
都味道哦，佢都烂睇这咧。又跟包水饺一样啊，把那个面皮拉一下，有一点本上弹性。佢迄切头嚟丝丝缝缝啦，啊唔过佢，你染色吼，佢要有水啊，佢都要走嚟，佢要烧烤要变形，可能也都冇按丝缝。对，所以你按迄喷水了后，你烧烤做得落款啦。咁过你人去缝，地尾度哈，很快又干了。係佢走嚟了後，按個噴水，個炸個噴哈，佢都很容易就脆化了。哦，所以你看安永给工厂也系同大家的分用几个特性，对不对？为什么它可以做成这么像花的一种东西？对，那当然金木易时间给管黑啦。故说老师只是好好的介绍一下它特性跟大概这样子。哦，所以理事长自己也会哈。是啊，對，哇，这个手要很巧哎。都大家我们就是要跟老师傅学了，没有去学的话，这些功夫跟老师傅要失传。学是，所以你看，除了老师天冲示范，有给太搞工拉办法哈，其实天冲要跟这个弹花，不是理事长你做的？对，真是不可思议。上面这两个是我做的。对对你拢要做啦哈，像你安尼，对，這種噴水了後，超你手安尼去扭佢，佢就唔會爛睇。哇哦，哎，我發現這個時機很重要哦，時間的掌握很重要。哦，你凊彩扭佢哈，你打開來。對，因為一般我們如果用的不是這種材料，我們用的像紙，我們就不會有時間的問題。我們會講幾個啊，不一下太乾或是太濕。頭下應該本跟你個按講嘅主持人哦，一定不能給我捏它，一定失敗。是可以哦。會有失敗跟成功的做咩？我本打開來看哈，開獎安尼。啊，好漂亮哦！就凊彩你迄凊彩扭扭啊啦，吼，佢都會因為佢嘅特性。有时候你讲青菜扭扭，哎，嘴巴讲青菜扭扭，你的手青菜扭扭，大口的就唔可以按用你的东西。对啊，跟形态都冇相同，你很简单哈，就一般个牙签里的，你像举例到像不去玩，哦，真的哎，那种感觉就出来了。都平常看你周围清简单，这跟包水饺一样，太敢说包水饺清简单，一包唔会饱啊，有冇哈？就会周把那黑暗用你。超啊，你一定有只工序啦，哈。对。像你洗，你洗哈，因为时间关系，我都会先做好。对。我突然套下去，本太敢看一下。哎呦，感觉黑暗用你。好。哇，一路给清等一下，给那办法就按用完成了，都染起来都做得啦。哈，你到时间下晡就一只，你痛来做起来，不要染嘞啦。不过按用你爱同乡亲朋友来分享，就会讲，迄个大家对按用嘅手工艺有兴趣，做得去报名哦，我现在去报名。投燃地片。投研给片有送，可以去哪里报名上按用这样的课？像我现在是在桃园市的土地公文化馆那边，我们有个工作室，我是那边的进驻的艺术家，是那我们学会就在那边有一个工作室，那欢迎大家可以到那边上课。那我们也经常会在外面办活动，台北市我们也办过，最近可能会在北投，在阳明山这边会有活动。对，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活动。我们等一下可以好好来说一下。不过就欣赏讲诶，也系投研嘛吼，迄咩啲用媒嘅片啊，用媒我都啲形容品沙期太好啊，摆上面按布头我都开呢種嘅課，呢個客家工藝嘅課程，底部都有該統籌嘅製作。太棒了，太棒了吼！看天時嘅鄉親朋友，迄講而係用媒嘅鄉親朋友，也係投研啊、種辣啊，對不對？那地區嘅朋友，迄講而對按用嘅手工藝有興趣，請上第二片哦。每個禮拜3的晚上哈，都在報名。要去哪裡取得按用嘅訊息？比如說，我們是不是有網路可以搜尋，也是有的，對不對？黑某就大天發現，迄前上你都搜尋該台個土地公文化館啦，愛理片都搜尋那一個新陽平社區大學，你新竹該片都通草文化工作。所以新竹也有可以叫中心上。是，太棒了哈！新竹跟永清朋友更有興趣。像我們現在在臉書上面有做了幾個粉絲頁，像我的是綠之行手作，那他這邊有另外一個刻意玩通草去。
铁道诶，铁道诶，铁道嘞吼，简单讲起来就会，我们先讲桃园、新竹哈，也偏有土地公文化馆。其实我们只要上网上边去搜寻，就按到嘅讯息啊，相信大家上边去看就做对看到按样嘅讯息，有乜嘅考场大家一看就清楚做对去嘅片松口吼，希望你运气好，你可以亲自上到这个欣赏嘅课吼，佢要做搞你做按样安定一下嘅东西，其实大摆拢搞嘅东西都冇用，不会重复，不会重复，对不对？像你看做对做法，做对做按都有意思，冇用嘅手工艺，黑某就会欣赏讲，像那个牛，就是哇，也是老伯伯做的，对不对？老伯伯做的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哈！我觉得黑，等一下黑按用它传统的工艺给后期，有时候也是一种交流，对，而且是不是像理事长说，有很多的活动？对，你们在北投啦，或者在学校啊，都有不一样的展览，黑毛。对，其实就通草在台湾其实蛮多地方都有，像阳明山我们也是发现有蛮多的通草，所以我们希望在那附近可以办活动，让大家认识这个植物。是那像接下来我们其实每一年我们是在新竹五峰乡那边，每一年会办通草嘉年华，就是在11月、12月的时候，刚好花开的时候，请大家到那边体验通托。通托是，所以都会带很多的这个对游客可以到上面自己来试试看怎么把通草打出来，自己把通草打出来，哇，好棒哎！我觉得这很适合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哎。对，因为我觉得不是手工艺的学习而已，其实也是给黑植物的认识，是，对不对？认识植物，认识植物，还可以名记去看记，都可以看到其他运用啊。像我们学会里面有蛮多植物的专家，那像我现在还在台大植物标本馆有一个柜子，专门就放我们通草的作品，所以有蛮多机会可以让游客们像一般民众，你可以多了解接触一下，就这个可以用天然植物来做这些手工艺品。对，太棒了哈！我觉得不论係對台灣誰之類角度係非常好嘅，必須嘅學習。好似像理事長講嘅，可以對台灣有當到嘅地方有安嘅展覽，希望基本嘅節目部分大家都了解，也係乜嘅東西，乜嘅節目去做啲做出用應嘅東西。如果還有乜嘅東西做得到，大家來分享，大家聊下，等下就嚟講。一绕墙度，你推翻嘅，你講發草學會嘅歷史中啦，歷史性上嚟到兩篇到大家來分享，我覺得真的很棒誒，因為第一台灣有青島按用嘅工藝技術哦，不論係做乜嘅東西法也好，我們說瓷器也好，陶器也好，錫器也好，可是每一次透過按用嘅節目，大家就會有很多嘅資訊，然後資訊啦、知識，哈，今天學到最棒的東西就是。有一種東西叫通草，冇想到通草做啲做按用嘅東西。其實除了之前欣賞講嘅佢嘅特色係乜嘅，佢嘅法通係乜嘅，唔過其實歷史總統歷史有青島啲國內也好，國外也好的參展的經驗，錯冇？對，而且。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開始還跟故宮合作。因為家老嘅通草文化工作室，我哋當講師嘛，所以嘅故宮博物院都請到通草文化工作室。結果都拜託來做開發，配合佢嘅103年都配合他的明清的花器展。你講一家瓷器古董上好幾千萬的東西，用 N 的東西，他東西一定不能拿出來。佢敢讓我講，你口徑只有多大，我就憑想象講該花係用，該花做什麼形態，我都來做美髮，然後該插花。古說佢嘅展覽按用嘅東西，佢很易去做按用嘅髮搭配。搭配起來，剛才就咩嚟講，個塑膠花都好咧啊！佢講做唔得，佢配合佢嘅古董嗬，一定要做用啲看係種真件嘅髮，個真件嘅髮會卸掉啊！古時就用按用，你看係種真件嘅東西。你落去一啲時節嗬，佢咪要消毒嗬，要做得落去。當然咧，佢都係無價嘅古蹟啊，佢全部要無菌的狀態之下，結果你要去調整花的時候，我最記得個研究人員一看到啊，嚇！
个师傅，我怕吉路的师傅，上迄国宝，你要不要按很上？其想讲，哎，做安用嘅东西，可能行一类迄个80岁嘅，呀70岁嘅老师傅，冇像按很上嘅师傅。系啊，记得行行来要讲，唔要买国宝啊，要接触某个叫咩很厉害啦。很难得机会，都每个隔年都配合该世界博物馆日，哈，你都到广州去，喺分享你的啊，家记得我下晝頭早晨頭出門哈，下晝頭坐飛機，你們安頭樣都喺廣州都直接被接到廣州博物館，是只偏同了後哈，都開始做，你做好一個心儀花機，家下講要做玉蘭花嚟講，玉蘭花你也唔係季節啊，其他冇講要做用買的形式都沒要出發前1個禮拜，這樣搞，給一張古畫，不過你的古畫在廣州博物館並沒有收藏，第在俄羅斯還那到有收藏都本來跟看到啊，你很多心儀吧，唔係個玉蘭花，所以你都很潛當到一個資料都來做，過來都，每個故宮個潛上來講，記得有一批瓷器我哋。日本去展覽，哇！我做個水仙花，剛下拍到係西洋水仙，結果唔係咧，到最尾人講唔係，中國水仙嚟做，另外咩唔是錯過。對於現場嚟講，真係考試嘛，哇！這個要現場去到幾片哦，你要做嘛，該你做嘛，真係考試。你喺呢度做好，讓背過去佛各種嘅瓷器。對，不過唔單止喺現場分享嘅故宮啊，你喺日本，你喺廣州哈，其實現場也說了話。是，对，这个跟我们的想象不一样哎。对，这个尤其是在清朝的时候了。清朝有一段时间，就是刚刚讲的广州博物馆跟它有关系。广州在清朝的时候开放通商口岸，那时候很多老外就到大陆去，那他们要回去之前都会带这种通草画回去，然后那是最好的伴手礼。因为上面画了很多就是清朝那边的风土民情。然后现在他们带回去以后，现在都是在各大博物馆收藏。对。所以像2年前那个加拿大的博物馆，他们也要展通草画，然后知道我们这边有通草花，是，所以我就做了3朵牡丹过去那边展览，然后他们现在也收藏起来。哇哦！所以这带过去，除了为国争光之外，事实上你都Nobel 展览的时候，事实上他们看到应该也很惊艳，对不对？对。那尤其像我是之前。本来我也都不知道什么是通草，可是慢慢接触以后，我发现很奇怪，为什么通草都是国外的博物馆在收藏？很多作品，对，为什么呢？很多原料都在国外，对，为什么？对，就台湾人比较没有珍惜说这些，这么好的一些历史文化，对，就把它丢的，就荒废掉。那我觉得它是蛮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就一直下去研究，然后找到老师傅，把功夫学下来。是啊。在台湾也係有老師傅做嘛，除了這麼按後生嘅欣賞之外，還有老師傅嘅做嘛。通草花的話之前是在宜蘭有一位江河師，他是被宜蘭指定為無形文化資產，可是他在2012年指定，可是2013年年初就過世了。那還好，那時候我們有跟他。拜師學藝，做這樣講嗎？還不算拜師，就跟他學習，看他做，可以做。然後他的師傅是潘牛老師，潘牛老師那個時候在清朝，還有尤其在日據時代啦，他算很有名的一個老師。那我們後來是跟潘牛的另外一位學生叫林慶志老師，他現在在永和，我們跟他學。那就很多基本功，我們從李信之老師那邊學過來。因為像理事長講的嘛，對，現在這個工藝技術流傳千年，你看又有畫，然後現在在歸運給博物館也有展覽，所以我們當然會擔心安永嘅工藝技術會流失，所以其實也是要靠大家的努力。對，所以其實就是說你先從看到安永嘅東西，它其實不只是手工藝，因為剛剛理事長特別強調，為什麼是人家在收藏？对，我们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也係建立大家對安永嘅東西，我們要珍惜。應該按你講，哈，透過啲新作，剛好很盛行的時候，給佢做外銷，是一個生活的一種，該有錢好穿嘛，哈。像人哋啲3度嘅客家人，佢都人哋嘅生活的形態，做得做得你的珍寶你的，你就是很平常的東西，安永會有可能消失呢？係啊，因為嗰種是。
第一个就像欣赏讲的，黑公你外销你都得存钱嘛，所以它是一个经济来源，所以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就大家就会做那种东西。不过黑公压它某州泰卡就会变成一种艺术品，听，对不对？所以泰卡就会那个珍惜的感觉就没有。因为艺术品来讲，其实那个多少人会去收藏艺术品嘛，一天二劳力生活化。从头家下都你外地先做看守所，都劳力这种东西来做茶谷地不会都劳去，你做的容易到，对，跟生活结合。错，啊，几种药材，你来试一道，啊，你爱名一道试一道，看一道，啊，你的东西让它流传下来。你刚才讲收藏艺术品，一般人。某一点人不懂的人都感觉轻定位啊，不敢要某按台微缩来摆安的东西。所以其实就像欣赏讲的，其实目标就是清流希望就是做的生活化，跟生活结合。我们公海第一理事长这边是除了欣赏可以生活化之外，也是希望可以推向国际，对，是因为通草在国内哈，其实分布非常广，整个中央山脉，包含花东地区都有。我相信它的潜在的一些用途，不止我们现在拿出来的这些，还有一些用途我们可能还没有去想到，还没有开发出来。我也希望有很多年轻人可以来体验看看，然后看看在你身边，你觉得它可以用什么，有什么用途，我们可以来一起脑力激荡，也想一下。好，太棒了哈！在这个节目给尾声哈，对，我们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加同大家讲的，今年按捏跟捏甜的时间，7月黑妹马该发通。7月在桃园市土地公文化馆这边有亲子月活动，一整个月。对，一整个月我们有办了很多课程。当然它也不只是我们通草学会的活动，也有几位进驻的艺术家这边办了。有些亲子的课程，那欢迎大家来参加。有课程，周代1号是还有展览。展览其实就在我工作室里面。对。那我们会拿一些比较容易上手的，让妈妈带着小孩可以一起来做。所以他都先创的直接还做在先创周，还冇做在大家讲先创的 DIY。哇，那真的是对于青岛的妈妈哈，也还生年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暑假的活动哈。去厝嘅时节做的，唔只有去那边嘅时节，迄公司都青年有吃到唔只有去那边看乜嘅东西嘅时节，只有做在去到讨厌哎用嘅地方看，我们说学习，就像理事长讲的，学习通草黑马该，或是按用给第一次又做的先从周一按有意思的东西哈。哇，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理事长，请感谢，也谢谢老师、理事了都鸦片同大家的分享按珍贵的东西，谢谢你们，按子 C， 谢谢。好，乡亲朋友呢，有限的时间哈，大家去看一下按用改展览动长的哦。那天天哈喽，开始见你有在走人堂哟。